有一次弘法事去過嗰度，咁就望向一個即係自己第一次發現嘅海岸，咁就係呢個詩人。在柴灣海角旁的高創大廈，這一排窗子都染成淺藍色，窗外的事物好像等待着破曉晨光輕微的光環。海上一孤舟，並沒有疏粒和光船。我欣賞這一種茫然的境界，水動無聲，實在地反映出對象的模樣，變幻異常的光景。大船將一立方一立方的碎紙從岸上掉往半空，那裡可能有廢紙、過期的雜誌，或者一本你還在尋找的書籍。我喜歡這一種茫然的境界，沒有喧嘩的叫嚷。船身鋪上了防雨的黑色帆布，一支鋼條掉落地上，打破了小小的共識。我的眼睛緊緊跟着孤舟上的人，水中並沒有什麼，他在船上也不為什麼不做什麼，自然地伸展着我們之間的距離，形成了長久的新的沉寂。叫我意思係因為我近排中意睇周邦賢，其實呢個詞，搞到我都着咗迷。依家講呢個詞好有神奇嘅，好得意。係咪？